如果五一你有打算来深圳，那么这份1分钟本地美食攻略请收好。第一家吃过一次就有无数次的下沙99面馆，作为面食重度爱好者，每次来都会吃上他们的虾爆塞面和招牌蟹黄面，蟹黄蟹肉裹满每根苏式面上，又香又鲜的口感，真的每次来都是会被惊艳的程度。第二家被嘎给郎带路才知道的李记潮汕甜汤，20多年不变的是阿星每天现点现做的各式各样的纯手工潮式甜汤，几十种配料想怎么混就怎么搭，入口冰凉又解腻，加了是床呀贴给啊。第三家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的老牌大树角云南菜，店里除了外焦里嫩的哈尼烤鱼、超下饭的薄荷叶牛肉、香辣爽口的小锅米线，都能吃到你怀疑到扶墙出门。第四家人生建议离开深圳前都要来吃上的炭糖烧烤，让无数食客吃完还想吃的是这份软糯喷香的烤猪蹄、巴掌大的原汁生蚝、鲜嫩爽滑的豆花烤鱼，但千万不要錯過他們的現切現串的牛肉串，入口嫩中帶彈，再喝上一口8+1。唉，原來這就是人生啊！唔係講笑，想食好嘢就要嚟深圳。